本草纲目有讲，茶苦易寒，饮中之饮，清也降也，最能降火，火为百平，火光正爽情意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明，我收看福起来的。头先我哋讲嘅几段话，其实係本草纲目对茶心嘅講解。冇唔錯，茶心啊，嗬，係天公也本來的人類係啲貴體嘅禮物。伊啲長長嘅伊啲茶葉邊呢，其實伊可以清創，伊可以解脫。最晚哦，伊還可以修養我哋嘅身心。今日呢，有請到來賓呢，係來自竹田屯門莊嘅邱占義，伊要同我哋講，讓我透過茶同茶道來修養身心。我哋今日來分享我哋呢，我哋來賓邱占義來到嚟現場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邱占義，係來自竹田嘅敦活堂。邱太公，我想問一下嗬，其實從我哋講到茶道啊，其實我哋一直都想到講，從日本咧，嗬，伊都坐喺榻榻米上面，嗬，我哋都把個茶抹的嗬，打喺面面，然後打出一啲像茶桶一樣嘅東西，哦，從我哋韓國咪有即個茶道，咁對唔嚟講，我哋台灣有即個茶道。台灣嘅茶道嗬，其實也各有歷史，因為我哋係食茶嘅民族，過去到今其實茶道喺台灣從來冇消失，甚至因來因發展。日本嘅茶道都我哋感覺較深刻，都因為伊哋坐喺榻榻米上，食啲茶清久，慢慢嚟來，台灣嘅茶道講到熱，但是伊個文化嘅東西嘅元素本淺多，包括我哋茶是當個嘅茶嘅嗰種茶壺嘅啦，無到我哋奉茶嗰種嘅通作啦，無到個我哋他緊要睇下坐到像食茶時嘅禮節，個伊啲茶本他緊要鬧熱起來，坐睇下傾下來安尼來傾下講，也全部都一種茶文化喺度嘅一環，也可以講係茶道嘅一部分。頭多邱太公講，係咪講我哋台灣嘅茶道其實比起日本嘅茶道來講嘅話，我哋台灣嘅茶道就從我哋台灣嘅營養嘅，其實係講鬧熱，嗰用我哋嘅人情味。我們從我哋嘅日本嘅茶道，我哋可能稠爭，啲拿到比嘅話裝一啲麵，咁我哋係咪冇按到注重我哋東西？但是相反呢，我哋對我哋這個茶嘅部分，係咪都各有特色？無論我哋用嘅東西其實冇從我哋嘅日本咧，可能如果我哋也幾香，或者可能我哋擺放落我哋幾豐富嘅啲東西。像唔即個對茶按了解嗬，以前係做乜嘅咯？係做茶嘅嚇，冇得講一開始係買茶葉嘅咩咯？唔係呢，我台灣做保險呢。做保險，做保險做乜要開始見我愛上茶葉嚟推廣嗰種茶道嘅文化咯。好，也講起來都因為我保險做咗30年，做業務都睇到杯不是照上照下，做乜定搞皮嘅咩？搞皮嗰度，因為我唔會食酒，我都嗰個食茶，食茶過程有一擺我都接觸到我哋啲好朋友泡嘅普洱茶幫我食，普洱茶我哋印象中都貴冇食嘅茶，初步，但是我食到好食呢，因為好食嘅普洱茶，了解之後講，普洱茶唔單止好食，迄個是講看到好嘅茶，因為會整出，我都開始對一個普洱茶有失敗心脾，如果開始買來食啦，迄團人搞皮啦、搞料安尼，都開始對茶產生一啲興趣。後來有一日都發現到講，我哋屏東有一啲泡茶比賽，喺全國性呢，喺屏東嘅火光講堂。我都報名去參觀，我都發現講，哇，個安鬧嘅茶事茶道文化喺啲比賽中間呈現出來，我都講茶只是個層，嗰度學問，我都去拜師，
都拜一个主办的先生，像戴老师哈，我都拜以做师，拜以为师哈来喝茶，都开始对一个茶艺、茶文化都开始因接圈都因投入诶。可是本来你开始都係简单的色茶啦，如果能生理上高普的色茶，但是一下发现到有暗好茶型，如果人咧讲普洱茶嘛哈，後來其實還是對單純的色茶味的人，結果接觸到變成一整套的茶的文化，對色茶變成一個茶的文化。就人歸台灣嚟講，乜講到茶的文化咯？所以對人來講，一啲茶席，茶席像我哋今日擺安多東西，茶席大部分要準備乜嘅東西啊？茶文化其實包羅萬象，歸陳啦，我都感覺到，色茶過程中，其實茶就會成法。茶都成法。特別嚟講，柴米油鹽醬醋茶。最賣厲害呢。茶都會成法中一種存在多見都能人頭都講嘅，一多千年來色茶文化冇停過，都以為茶變咗成法的一部分。除了色茶可以對人的身體有幫助以外，色茶呢可以養精神，可以清下來，可以幫我哋對一啲泡茶過程中不用輕鬆，不過人呢都可以專注，對於安急躁的心情有幫助。不過講我都感覺到茶湯本身伊個種嘅文化層次底蘊過深，再加上茶席擺下出的時間，有一啲美學的當過，一個美學可以帶動人的一個身心靈的成長，所以講其實一個茶的文化本身都幾多面向。可是茶的文化唔單止係茶係乜嘅，其實對泡茶開始，而擺出去嘅個樣貌，其實都係一種儀式的。像唔知個，我即個地講，頭要講你吞不同嘅紅珠，咁對啲色茶，然後接觸到茶文化，咁最尾要開啲茶頭文化館，咁唔好想到做一件事情咯。因為我感覺到，我發現到茶很好，我想要推廣，包括文化方面的部分，對不同都因為我一步一步行到米下時間都，因為茶見到見多，朋友來食茶，都感覺到，我想要買可以冇，咁我都免到講分享唔怕，本來我都要推廣茶本他嘅人，我要因為學茶頭以後呢。我都買過多茶壺的啦、茶杯的啦、茶倉啦，嗰多東西都印多嘅。色茶本來都有一種氣氛啦，都卡到印象一啲茶空間，都出來嘅。出來以後都慢慢的成型。就變成人客變得幾多啦，而且人客其實嘛希望一起分享一些東西，比如講茶葉啦，或者茶的用品啦，慢慢的就變成一啲公司都變成一啲茶頭文化館，嘛可以推廣茶頭的文化。咁你可以講點樣嘅吞物，也係乜嘅意思啊？吞物係我哋昨天的 QT 名。昨天本身的 QT 名係咪？當初我一間店係自家錄卡，一個屋嘅係50名人嘅 Q 屋嘅。我都問到講，我提一個菜梯，我爸爸提昨天，開始打表開始，有幾門日，安尼屋嘅按好，幫我成法按好，本來經驗我爸爸講，佢話我一開始按咧名叫小開堂。小開堂嘅經驗唔爸爸。我爸爸都按到小開堂，我當然潮田的潮，無樣我都用秋海棠。秋海棠有啲植物的嗰種樣嘅名嘅。後來呢都因為面到講昨天係按到燉物，用一個名叫做按可能要更有意義，因為客家人喺客家地方發展，都對我哋昨天開始。我哋最早啲嘅太太講，佢都我哋睇啲選民就對一個講橋上岸，裡面睇下交易買東西，嗰種我哋要跳太重都跳出去挑米，安尼都跳太，一種買賣，昨天都東西一燉一條昨天，慢慢嚟去買賣，安尼，
比如讲，甲安尼来用一个动物堂，有一种纪念我哋祖先，台北通山过台湾，来到人哋按好嘅绿地素材来发展，一个对人哋来讲，真有意义。然后至少讲用一个来提倡我哋大家人莫填表系人哋嘅祖先啦，来按尼打拼，奋斗到更加，帮我哋今有按好嘅家园，安尼来。其實一方面都喺推廣我哋茶頭，一方面其實提倡我哋嘅後輩，我哋咧後生嘅其實講，其實我哋以前我哋咧祖先對竹田，我哋挑米、踏米運動是全部都能睇呀。其實都係希望講我哋咧後輩可以提供，其實有個歷史，除非而家茶嘅啲個因為佢歷史嘛佢重要。咁頭頭又講，又係一個50年嘅路喎，咁一路喎，裝工還幾好下？幾好。按當初去改茶到文化館嘅時節，佢過程還幾順利冇？順利是可以講幾好幾順利。因為我都有想法嘅嘛，我保留一個活嘅，盡量保留一個現代嘅味道。我都改，冇改。嗰時講還有18年老活嘅味道啦。當然食一個個人都係擴大，嗰個我都係要珍惜，變得兩個空間，仲用簡約，一啲都做我茶空間，然後一啲咧我都提倡變得藝文空間用嘅，安尼來對大家人來體會一個茶托文化，一般人都有啲個明顯、個深刻嘅感覺，嗰啲我都做一方面嘅規劃嘅時間，都有想到，嗰種我都一步一步將一個綠卡老木嘅。安尼提裝起來，對單純的飲茶到推廣茶托文化，邱太哥真係發揮到精神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邱太哥我教我哋認識無缺用嘅茶是麼？歡迎過來，福起來。上一台節目，我哋邱太哥同你介紹台灣嘅茶托文化。邱太哥，我想我要佢一啲問題啦，我想嗰度我哋觀眾朋友嘛，可能同佢傾下問題，你講我哋真係唔到地講我哋台灣有乜嘅樣嘅種睇種嘅茶，你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我哋要睇有樣樣嘅茶先好冇？好。其實他個人對台灣茶所了解，像烏龍茶都最有名。係烏龍茶，我哋睇下有談過係。做鳳茶，也個有名，其實茶一般來講有分6種。有分6種，譬如講薔茶，綠茶，對，白茶，鳳茶，烏茶，黃茶，黃茶，一地波又鳳茶可能睇有談過，綠茶啦，烏茶都係烏龍茶嗎？沒有，烏茶沒烏龍茶，我哋嗰度烏茶烏龍，咁真係只是冇談過，冇講到白茶同黃茶。薔茶係咪我哋一般嚟講嘅叫做乜高山青茶？薔茶都我哋烏龍茶。薔茶係烏龍茶，嗰時候唔係用入去色性來分嘅。唔。咁係咪同我哋意義同我哋介紹講？叫做茶係釀嘅一味道，無論係釀嘅一種製成嘅方法，好冇？好。通常一個網友提嘅製成，譬如講我哋睇啲一個很多嘅包種茶，很多一個有烘焙，有烘焙過嘅，都有都烘焙很多手香，亦都有手香做出來。第二都我哋最熟悉嘅東方美人茶，人講五色茶，碰風茶。伊都係我哋新竹地區啊，伊嗰種個特別的一種茶，所做出來嗰種嘅小綠葉蟬，伊安尼色果，有特別的香，我哋一個茶單口嘅一種嘅呈現，一個特別的東方美人茶，然後伊哋都幾香一啲都係我哋嘅綠茶，可能咪係綠色，錯，隔壁都係鳳茶，可能個烏，錯，有啲鳳茶。咁仲有重點咧，釀嘅有乜嘅茶嘛？一啲係我哋咧烏茶，烏茶有幾種，像我哋咧六安茶、六寶茶、壺磚，個普洱熟茶，像一個都係我哋咧壺磚，1995年都見。按叫嘅哦，咁按叫唔會壞嘅嚇。唔會，因表現好食。表現好食。應用。咁也係乜嘅茶？係黃茶。
黄茶，伊个像乌茶嘞，都会黄茶嘞。因为工序上啊，吼，都因为我哋改的焖黄啦，好焖黄，绿茶花以后再焖黄吼，安尼有一啲泡出来的茶桶是把种橙黄色，是把带黄色。可是对一般的制茶的过程底部，伊都加一啲，加一套焖，可是伊泡放落去食都个黄色，嗰种是黄茶。炒。佮中亚的黄茶吧，伊喺那片的做的茶呀吧。哦，一个茶个特别喺我哋闽南的山茶做。哦，闽南的山茶。伊吼将南里亚嘅伊生产的茶，做黄茶的做法。哦，黄茶的做法，用黄茶做法来做。闽南的茶系，茶叶用黄茶做法。嗰個黃茶做法本來自古以來都有安尼做法。自古都有。嗰少看到啦，嗰個叫咩？特別來屯塔緊然後，佢哋可以下黃茶。嗰少見到啊，冇基本都冇聽講，什麼茶湯出來什麼黃色，什麼有特別樣黃茶。咁還有我哋聽見講，我哋看到安道茶是咩啊？嗬，我哋嘛擺出安道嘅正式嗬，係咪同你介紹一下，從我哋擺出來嘅東西，有也個名啊冇，有個茶器也名係嘛，還有一功能係嘛個冇。好，有到我哋咧茶葉，有到我哋咧杯托。哦，杯托，咁又係乜個東西呢？哦，也都係抗藥嘅改嘢，抗改有介質，嗬，同我可能佢叫上個意思，而係雜物嘅東西咁樣咯。泡茶嗬，一打開嚟嗬，下把木薑茶翕多啊，哦，安尼一做多水一時翕多，哦，抗伊雜嘅嗬，比安尼人唔好翕多，抗改嘢。我真係優秀啊！啊，因為話有水方哈，水房啊，如果我哋下把細茶哈，可以多一樣，哦，茶杯嘅溫杯可以多一樣，安尼。那還有最重要我哋比較少水嘅一啲水，也都原壺嘅哈，也都煮水用嘅一啲壺。好，咁從我哋要幫我哋啲茶器已經介紹過嘅哈，像係咪請老師同我哋介紹一擺哈，咁從我哋煮我哋泡茶，哈，我哋啲步驟係用嘅。好，一般啊，哈，泡茶，都有什麼重要的元素？第一個都製茶量，放一道茶葉，第二愛水哈，水溫要滾，愛用高溫啊、大溫，哈。第三個都要泡一久，要三方啊，哈，都會泡出茶好色得唔好色。好，嗰種朋友記得哈，第一咧，你要標一道茶葉，好，第二泡水嘅水溫，第三煮米久，泡一久啦，可是我哋有啲問題呢，乜嘅茶用一道溫度係有固定嘅咩？通常嚟講，嗬，有啲茶一個高溫嘅，像我哋咧烏茶，都高溫嚟泡，像我哋咧綠茶，都用個大溫去泡。亦係同人發酵嘅程度有關係。也是有關係。嗰種發酵嘅一久嘅，攞用個高嘅溫度。嗰種像我哋綠茶啦，嗰種個低發酵嘅，我哋都用溫度唔算高咯。按你講也錯，也是把冇咁樣。你比像紅茶嗬，像我哋東方味咧，伊發酵度也幾高。但是因為嗰度菜嘅芽啦，芽線啦，按你都冇太高溫，太高溫啊嗬，你會泡出腐。哦，原來安尼咩？嗰種我以前我哋泡嘅東方美人茶奇怪，譬如泡南香啊、泡南腐，人哋都貼高溫嘅關係啦。咁時間咯，差唔多可以頭時間啦。因為看茶是咩冇咁樣嚇，如果第一泡1分鐘，如果40秒，如果30秒，如果看，因為譬如講，基本上唔係茶嗰啲高溫，你可以泡個短些。誒茶溫度冇按高，水冇按高，你可以泡個長一些。溫度過大嘅時間可以泡個久一些，佢也不可能我打佢啦，佢茶鮮地波嘅嗰種米線我做出來，但是溫度過高嘅時間咯，我哋可以泡個短一些。錯。咁係咪請個先生同我哋體育同我哋示範一下用嚟泡茶好冇？泡茶第一步我哋先到溫壺，有個壺有比啲溫度以後底下茶放入嚟，嗱泡茶有個溫度，那唔會講一下鐵冷將一個茶香啊比安尼瓦土泡出來。所以講睇啲溫壺特別溫鼻嘅，溫鼻嘅，有個壺溫一下倒出來。
叶。水，倒下。一个温壶的茶，倒下磨色。老师的动作真的归优美呢，吼，归优秀呢，吼。泡茶都唔是急，唔是急，天天来，天天来来，吼，安尼咱可以泡出好色的茶。接下来呢，如果来烘茶浸落去，烘茶浸，来制茶，吼。一个茶吼，喺条形，所以讲伊啊茶心可以控骨多一些。控骨多一些，因为伊过强的意思。伊过强，差不多3/5的壶都唔怕吼。制茶落去以后，天的或者加一个温润泡。温润泡都讲，一方面我哋认为讲洗茶也好，香茶也好，吼，将一个茶体泡去安尼洗出来。像那温润泡要用久的时间啊？其实从短差不多15秒也可以，有的国家是也唔怕，都看个人的买个茶，来看，个茶都唔是多比的，出汁都可以倒下。迄个习惯也迄抢个好茶，温润泡会切个就去切个色，因为讲个人客讲讲茶唔抢个样嘅，都润葱都先去倒下唔怕，好，接下来都来泡体泡，有味道香味冇？有呢，有吼。嘿，嗰種清香已經傳到入去來，嘿，溫潤泡我感覺都幾上手。像我哋茶，我哋譬如講氣泡40秒、50秒，看個人的經驗都唔怕，安尼都要耐心去等。通常我哋講用茶托，我哋呢一種嘅方式講，我會浸雨。因为本泡茶人很专注的泡，他个人是茶人用心去识，安尼那是茶味是好模样的伊感觉到伊个有温润嘛，有回甘嘛，有安尼香有围绕等等用心去体会的茶好色唔好色，心一定要清下来。如果讲一般茶托喺行茶时间前3泡拢过温清。里面还有咱可以说的是点心啦，讲大嘴骨啦，乜嘅闹闹嚷嚷都唔怕，安尼。嗰就前300，他个人要用过深的心，去品尝一个茶本身的味道啦，错。我迄件批到嘅茶，嗰種過果芽香味嘅，係啊。做乜嘅藝怎麼樣片的時候按嚟香，怎麼樣片的時候按嚟香，都因為壺水態。壺水態。我哋準沖壺，嗰個定中心點睇壺嗰個我哋唔會跨壺。安尼意思嗰就唔會對前面，所以上面安尼整個，因為一下彎左數，一下彎右數。錯，也都可能係明日一個翻成這個這個嘅有點麼？基本上就有做係冇，可是嗰差別安尼意思。你安尼整啲茶就有安尼嘅道理呢吼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剛來推薦大家嚟40日比茶哦。等一下，話有學問喺地度誒。因為有學問哦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嚟後台講，我同人講，乜個學問喺地邊？歡迎過來福起來嘅，上一堂節目我們有一比茶模式到，先生做乜唔可以試下比茶咯？唔係，等一下都可以試。一般嘅人茶風吹起頭前嘅時間他個人要先看，他個人係咪有茶好試的？從5個人要看隔壁鄰舍有茶好試的冇？有誒，
吼，俺哋咱乡下来说，啊个俺哋13年，头大概讲抢用茶，抢用茶，俺哋时间大概提笔啊，那拿来说，好，抢用茶，谢谢，多谢。俺有没有是一笔？因为我了解俺提笔跑到好啊唔好，跑到那度那唔好，我用来加强，俺提笔我会修正。一杯茶吼，这才有好食哦。好多泡茶时候，味道都已经走出来了，它可以有味道的。真是啉下以后吼，天后啊吼，同天以后又完全无同样。天后有嗰种香味，天以后马上嗰种甘味、甘味都全部走出来的。嗰种其实食茶係咧，quite文雅的一种事情嚟吼。係啊，是。一通一通的結果，其實人的心慢慢清下來。錯。可是像茶道安尼文化，嘛本身上20幾多年嚟吼。錯。嗰種人有一啲吞不同安尼嘅茶道文化講嘅話，有盼望嘅翻通一本，他個人認識下啲茶道文化。有哦。都因為有安尼素材，吼，我哋就可以發通本他個人愛茶人啊，吼，共下來分享交流，吼，向我哋會辦講座。來介紹乜嘅茶，有乜嘅功能，茶用嘅來泡等等。我哋又會辦一個茶會，比如講我哋他個人無向我來泡嘅互相來說，看到一個茶咁樣樣嘅，也都我哋提通不同，都用茶來為好朋友嘅，一啲方式之一。咱嘛哋講，邱太哥又同我哋啲國手有合作，其實。邱太公，你即個想同國社會有合作嘅人係乜咯？你係最希望講我哋嘅生意咧，嘛可以接觸到我哋嘅茶文化係咪？錯。一方面又係我哋咧做全國社會教育，茶教育吼，佢從事一個學生嘅學習嘅各方面嘅教育，嗰時候多有按方面咧關係之下咧，而哋會有學生喺度呀體會我哋茶道文化。我哋來以後呢，會泡茶本生意嚟說，佢生意嚟說到茶，攏一定聽。真的，我感覺講奇怪，同我哋外面食的嗰種飲料店嘅茶，咪同樣下。冇同樣，除非冇同樣吼，伊安尼食以後啊吼，面對一個面孔啊吼，佢流出來嗰種嘅感覺，幫我哋看到嘅感覺，色彩好啊咁多，一個生意呢吼，也唔會像我哋冇輸我哋太熱，而曉得去感覺東西。其實。以真正我幫我哋生意呢，伊感覺到真是蠻多茶。好多像我哋可能是外面的嗰種飲料店呢，食酒啊，你嗰度茶都嗰種味道。其實茶嘅有幾多個程度。可是你哋派嚟發通嗰本生意食到以後，伊都講啊，原來真實嘅茶喎，係安尼味道。錯，還有啲重點，如果除咗食茶，認識一個茶氣吼，還有啲重點，因為先生會帶來。我哋呢，我問一個學生嘅吼，奉茶本先生說，奉茶本先生是禮輕奉茶，尊師重道吼。如果感謝先生吼，一杯茶奉本先生說，也都一種教育上吼，本身你感覺到感謝先生，尊敬先生，因為我哋茶文化裡都會唔會改好一環，我哋還有奉茶本。睇人啥式的，爸爸媽媽式，安尼推廣下去，我相信我哋嘅家庭，也會過美滿。新人呢曉得，來尊敬我哋嘅先生，因為我哋茶道文化，我哋也過用心去發揚推廣嘅。因為真係過重要，一杯簡單嘅茶，但是我哋地杯有過重嘅情意喺地杯。但從人哋睇。介紹下你茶文化啦，推廣茶嘅一種文化。我哋嘛地講，而家同我講特別有啲文物館，地方有幾多文物，像一個東西係唔自家去熟悉嘅嘛。係。當初我數到按到文物睇下嘅地方咯。冇，人都話呢，一啲興趣啊，看到老東西都會想去講，收藏，因為老東西佢有溫度，有文化，有時間嘅單個，我像我哋頭擺嘅。老面床啦，無如安尼老嘅個書頭嘅啦，也攏已經見了見少嘅，我都感覺到我哋頭擺人咧講也個優，東西又按珍貴，我都會開始數，數起來都多，我哋一個動物堂可以都提擺出來，
哦，啊，本他个也可以的，一方面也去欣赏。像你这个有应该树果嗰度嘅茶壶嘅吧吼，所以到茶壶有地杯有乜嘅佢表唔得嘅嗰種故事喺地杯嘛，像有那那些茶壶表印象佢怎麼樣？好，買東西只做養分，哦，下把潛得多，下把都有睇人家身體都看出來，都出來嘅，吼。我就講包括茶壺嘅，因為茶壺嘅我哋嗰度種，哦，有我哋呢柴燒嘅壺嘅。又有安尼紫砂的壶诶，吼，有安尼安尼作家做为上釉的壶诶，吼，嗰多種。啊，嗰個許多呢都會見看，也看見看，哦，看到都會拿。啊，我有印象嗰層，吼，有一擺，都有一老朋友提講我哋貴好食茶，都講有一批茶壺誒，吼，都頭擺嘢摕攞卡，啊，拿出來嘅，啊，免我講，也用唔到咁多，吼，啊，都係咪講我有喜歡嘅花。都提托嘅一量嘅安尼吼，啊，我都看啦，看啦，都托嘅量嘅拿過去吼，結果過去嘅時間啦吼，一看下去，哇，一幾乎係萬人做嘅嚟喎，萬人做嘅啊，睇到最有名嘅按到顧景舟，哦係哦，一支茶壺嘅唔止到2萬元咧，而家已經千萬都有，千萬元咧，因為一個都等個工藝太實吼，做嘅東西，當然係真嘅假嘅唔啲，但是都一種奇妙嘅地度嘅，吼，嗰陣講因為安尼好點樣出現一啲按太有名嘅人咧，茶壺睇藝術方，吼，安尼歡喜啦，吼，我都感覺到嘢本來該沉嘅影響。佢種到潛壺嘅時候都潛出嗰度嘅趣味咧，嗰度神奇嘅事情。啊，茶壺嘅吼，但是因為唔係講一定要貴。但是如果講安尼，伊做位吼有伊個創作嘅精神，啊個伊個茶壺嘅奶吼有火，萬你睇食啲東西啊吼，嗰個講安尼可以用國好嘅壺嘅，冇聽講貴，但是國好些壺嚟泡嚟食吼，對身體也個好。那種我哋嘛提講，唔知個屯nhà嘅朋友，哦有幾大啲嘅推廣客家文化，咁將人很容易推廣客家文化同安尼茶都是接合方來啊，好。啊，我哋因為喺度學裝，吼，嗰個其實我哋拿到客家文化元素唔會困難。嗰個我哋都喺裝潢地度嘅，吼，我就話有安尼客家東西，吼，提安尼擺出來，吼，譬如講像花都插基本嘅野盒，吼，人可能有個按乜嘅花都係野盒，吼，我哋講野盒同埋客家人嘅關係，吼，啊個我哋更加對客家文化因為地方上有嗰度深入。哦，我都有想過，譬如我哋做啲咧檸檬個有名，哦，我可以來研究一種檸檬茶，檸檬同茶嘅結合，哦，用特別嘅茶同特別嘅一種做法嚟創作一種深入同茶結合嘅東西，哦，啊，嗰個我有18想法，哦，睇下啲一個辦法，哦，我哋客家人嘅辦法有個有名，吼，都搞目前都去搞種法，種我哋誒拜下嘅神明伯公啊，吼。用辦法，哦，我哋有辦法教學，哦，啊，我有辦下嘅編織，哦，手工，幫我哋客家人睇到佢有限，吼，啊，用手工啊，或者一天天嚟做出一啲安尼藍嘅，吼，安尼藍嘅像安尼藍嘅，哦，佢講嘅，啊，可以拿來，哦，即個用送人都唔怕，嗰時你都等於都講。都從茶土文化用嘅，原本都把我哋客家文化東西，慢慢嘅加入唔同嘅生活地方。一方面加入唔同生活，一方面嘛推廣本外面人哋。嗰時睇見我哋今日節目嘅最慢啦，嗬！我想每一件問題都講，對你來講，茶對你來講係乜嘅呀？茶嗬，本來個睇感覺都講，一皮一白，哦，都。唔用心對伊都回饋本，吼，我哋好好來提泡，伊都泡出幾好嘅米是幫我哋食，吼，啊一條茶樹可以送到100年、1000年，如果講茶啲都係有苦、一苦、2甜、3回味，哦都人生重要，如果講茶幫我哋咧嗰種嘅感覺都講，伊都100%豐香，哦，你一句話講我哋天道酬勤。茶道酬真，哦，一種真誠的一種嘅對待客家人，哦，我哋用我哋心，哦，對茶得到嘅啟示，吼，我哋嚟安尼對人，哦，啊個茶幫我哋安尼一啲安好嘅生活品質的提升，
透过茶，我哋可以做到一啲符合效率嘅社會，希望我哋所有嘅客家人來對茶開始有不同更高嘅一種看法，對客家人來好好來對茶來提向下來推廣，向下來識茶。嗰種讀到很多人客地方，有本印象幾深嘅冇？有哦，我哋啲人客幾奇怪，英國來嘅、法國來嘅、日本來嘅，都過後來台灣。我哋來到竹田嘅時候入來看，因為以前從來冇看過一啲鄉下地方，有安尼嘅狀況，有安尼嗰種嘅一啲東西睇下看，嗰時候入埋來都真歡喜，也問嘅問也看嘅看，嗰時候講一個人客，將尤其啲英國嘅人客都買茶壺嘅，都買一定條，因為佢英國有時奉茶。因為那個我哋台灣買啲茶杯過來泡茶壺嘅過來泡茶，對於嚟講也都一啲親嗰陣咪親歡喜嘅事情啦。嗰時候我都講唔到，我哋可以做國民外交，外交幾強啊！咪係一個幾好文化外交啦。至少講我哋嘅外國嘅朋友可以提供我哋台灣嘅茶文化，而家啲東西上樣嘅，而家啲步驟係樣嘅，泡出來嘅茶真係同另外一個人嗰種食嘅茶完全冇共樣。原來茶唔單止可以養生，咪可以養心。喺更加按嚟壓力安泰現代社會地位，各位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，都可以用品茶來表現壓力、修養身心。今日佢感謝我哋呢，秀才哥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精彩嘅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觀眾朋友。歡迎大家對茶有興趣，想要來了解我哋敦活堂，歡迎大家來到竹田來坐了，謝謝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同我哋欣賞運通運通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嚟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喲。我係永興，今日我教大家係全身嘅一個運動，請大家同我同下做運動嘅喲。好，請大家可以放起來，好，吸氣，調氣，吸氣。調氣，吸氣，調氣，慢慢地歸中間，好，兩隻手把呢好腰圍一片，好，做老人拳的動作，一拳，兩拳，三拳。四拳，好，我更加來穩片的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回中間，好，同呢兩隻手壓高，好，慢慢的喺前面彎下去。好，我兩隻手再伸出來，我背囊嘅打出，再慢慢地扭到天來，好，一節一節，慢慢地一節一節，再歸到中間。好，接下來我哋來做扭轉嘅動作。左片、右片，好來做10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回中間，好，然後來坐下來哦，請人
同下通下草墩。好，两只腳伸出來。好，跳起，吸氣，跳起，慢慢的一節一節下來。兩隻手壓高，好，腳壓向來。好，按來做仰臥起坐的動作。好，你的手呢？好，可以同喺你腳前條項嚟做失敗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！8、9、10。好，我的腳慢慢的伸出，好，兩隻手，好，下來，好，腳壓向來，好，記得咯，我的檢查我的骨盆要喺正中央嘛，來做一個繞圈的動作。好，1，啲腳邊繞一圈，再上去，好，吸氣，跳起，繼續來跳起，第三圈，第四圈，好，過來。休息一下，等下拿來碗片的哦。好，按呢腳，好，踢上去，好，伸出來哦。好，碗片撈起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歸到中間，好，來休息一下，兩隻手讓兩個腳齊條，好，做一個休息的動作。好，等下呢來再來一擺哦，盡量控制你的骨盆，莫俾安尼晃動哈。好，來慢慢的伸出來。腳壓向來，係啦，撈起嚟，1，另外一隻腳，好，不用去天下下，2、3、4，好，歸到中間，好，碗片。更加來揾另外一片腳，踢上去，嚟撈起來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慢慢地來。吸氣，跳起，一節一節上來，好，更加接下來呢，按你兩隻腳順上來，好，兩隻手讓兩個腳齊條，係腳齊條，好，我講你嘅背囊呢，可以變成一個圓，我變成一個好，我英文字母嘅 C， 好圓，等下來做一個滾球嘅動作，吼，搶球安尼滾上去、滾下去、滾上來、滾下去，好，記得一個秘訣，吼，吸氣嘅時節，好，吸氣下，跳起上，好，看下一次哦，吸氣要下來哦，吼，吸氣，跳起，吸氣，跳起，
靠我的肚子，好还有我的身体的力量滚上来，好一片咯，也通作佢按摩人的背囊哈，我的背囊好改善嘅腰骨上人痛哦，好啊能記得咯，吸氣下，調氣上，做一個滾球的動作，好來準備，好，來做5擺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等下再來一擺哦，有感覺望下咧背囊個舒服哈，好來，再來做5擺，記得咯，吸氣下，好，調氣上，好，準備，吸氣，調氣，吸，調，3、4、好，慢慢的腳伸出來，好，吸氣，調氣，喺前面做一個緩和，吸氣，調氣，吸氣。調氣做停留，慢慢的過來。好，按呢氣味動作，按來再呼吸擺哦，準備擺來。好，來做5下，好，記得咯，吸氣下，好，調氣上，好，準備，吸氣。調氣，吸，調，3、4、好，慢慢的腳伸出來，好，吸氣，調氣，喺前面做一個緩和，吸氣。調氣，吸氣，調氣做停留，慢慢的過來。也動作記得了冇？也動作很多滾球的哦。好，像平常啊，無人同按摩唔怕，按呢有一個瑜伽墊，都可以做壓風，壓姿勢，好來幫按摩達到一個改善你嘅上人痛嘅一個效果哦，哈，按呢好好運動，按呢下次再見咯。